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咱听堂的天父上帝，赐咱一个遮尔水的礼物，爱的礼物。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拢得到无？这个礼物是啥物人？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今日咱的诗班通过这条诗歌，搁再一次甲咱提醒，咱得到遮尔水的一个救恩，咱来好好珍惜，来好好来为主来活咱今日同款，咱照教会进度要来看一段经文咱伫顶礼拜，我毋知影顶礼拜业务师讲的有激励大家无顶礼拜我讲到即个马太福音即个17章第1节甲13节迄个所在，讲到耶稣伊带伊三个上内围上意爱门徒上山去主耶稣伊改变形象了后呢伊的阳光互遮个门徒有安尼看见互因经历到因军队主是遮尔阳光的主，咱拄仔讲咱的主是遮尔有疼痛的主伊嘛是真阳光的主咱顶礼拜有学习到讲咱要安怎来为咱的主来做见证咱安怎来传扬伊的救恩伫17章迄个经文线进到今日即个18章当中耶稣伊继续有甲门徒教示有关一寡天国的一寡事情今日咱免通过拄则像带领咱所读的即个21节到23节即个所在呢咱同齐来学习主耶稣伊教示有关赦免人的即个功课互咱来当来学习有关即个安怎来有一个疗赦的心耶稣伫今日即个经文的头前咱今日是121节开始看，但是呢，你头前15节甲即个17节即个中间因为耶稣安尼教示讲安怎爱去疗赦别人安怎教示呢？主耶稣伊才安尼讲咱来看经文即个伊讲你的兄弟也是姊妹若得罪你就去找伊敢若恁两人做伙的时呢私下甲伊指出错误伊若要听就恢复你甲伊做兄弟也是姊妹的关系16节讲伊若毋听就带一两个人甲你去安尼逐句话有两个也是三个人通做证17节讲恁若伊若又也无爱听就甲教会讲伊若连教会拢毋听就甲伊看做外邦人也是魔术所以呢耶稣迄个彼得呢听了耶稣安尼教示了就来问即个主耶稣咱今日21节即个所在伊就甲主耶稣问讲主我的兄弟也是姊妹得罪我我就赦免你几遍甲7遍是无今日咱通过拄则头前的经文即个经文彼得所问咱的思想，耶稣头前伊是安怎教示伊头前教示其实迄个原则是安尼讲咱毋通咧正人的面头前去讲别人的毋好啦毋对第二个原则是讲如果迄个人正经有毋好得罪咱咱要处理的方法，第一莫讲你别人面前去讲别人的歹，第二就是讲咱爱私下甲咱去找伊甲伊讲甲代志讲开讲煞排解但是呢如果迄个人因为就是无拄好嘛所以也无咧插你无爱接纳你也无安尼好的时阵呢，第三个原则则是讲咱去找一两个人照着圣经尤其是迄个旧约圣经所讲的莫讲无见证无迄个见证人你找两三个人去甲伊讲，安尼有一个见证人伫的。敢阮即2天去参加退休会咱
今日新会嘛有去啊，阮有一寡题目，其中有一个题目讲啊，如果牧师互人邀请去咖啡厅即个去啉咖啡，结果呢迄个会友要求的代志，牧师无答应啊，结果迄个人反倒讲去甲伊告牧师讲安怎去叫做啥性骚扰从啥无凭无据因为你无第三人叫做国语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迄个牧师惨呢，迄个牧师希望毋是死你迄个诚惨所以就爱两三个见证安尼较好，对毋对安尼时阵当真正有代志，安尼你火时阵，另外迄两三个人会当来做见证啦所以呢，耶稣安尼教示，但是讲咱要甲人和好，但是迄个人犹原无爱听，最后无法度咱才甲教会讲教会才会出面。迄人正义拢遮尔无爱听咱的主有听当，但是嘛是公义的啦。伊教示咱最后讲要安怎去对待即个人。但是虽然耶稣安尼讲，甲即个人看做是外邦人，也是无罪，但是呢，即个总原则是啥物？总的原则是讲咱爱甲人和好，尽力甲人和好甲人和睦。这是上悬的一个目标，就是讲，咱爱得到迄个人不管是兄弟姊妹，毋是讲甲即个人关系歹，迄个人嘛失去信用所以呢，耶稣安尼教示遮个门徒讲，咱安怎爱去了解别人当有人甲咱得罪时阵要安怎去甲人安尼解决即个问题。所以彼得听了耶稣安尼教示了，才问耶稣讲，安尼如果有人得罪我？我是要了解几届呢？彼得开嘴讲，是毋是7届？为啥安尼讲？一般啦，一般尤其即个犹太拉比教示这犹太人讲咱了解人一般2届就好啦，3届真棒啦。咱中国人安怎讲？代志安怎？事不过三代志袂使超过3超过以后就真棒我就爱袂安尼甲你牛腿所以犹太人嘛是即种的教示尤其因照迄个旧约一个先知的册叫做阿摩司书啦，台语袂晓讲啦阿摩司书安尼讲因遐个人三番四次安怎，意思就是讲圣经安尼讲事不过三3就好3届就好彼得毋是讲3届呢，伊甲耶稣讲几届？伊讲7届安尼3届已經真棒彼得講7屆，代表彼得這個人的度量安怎？彼得足大度量對無？當然啦，7字這個聖經講是敢若一個完全啦7 3+3嘛才6爾double 個加1安尼彼得安尼甲耶穌講，表示彼得即個答案耶穌安怎甲伊回，一定該稱讚講即個學生哪會遮好安尼遮爾優秀。結果耶穌安怎回答？耶穌安怎回答？耶穌講毋是，我毋是甲你講着7擺是幾屆？70。7遍是偌濟遍？70乘以7偌濟？490彼得聽了耶穌安尼講，伊不然是要得到安怎？得到訛樂對無？耶穌講毋是7的，你490甲除以即個7以後，佫偌濟？70倍呢？70倍呢？意思是講愛原諒人490遍嗎？491遍以後，會使開始無原諒嗎？耶穌的意思敢是安尼？我毋知影講兄弟姊妹，你有原諒人1擺、2擺、3擺、4擺，恁翁婿對你無好，這做某安尼一直原諒，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安尼一直繼續，敢法度這個聽安尼耶穌毋是講叫咱講叫彼得講愛了解人490屆以後會當莫了解7我拄仔講是代表一個完全啦70倍的7耶穌其實的意思是講啥？講咱來了解人安怎？
无尽的疗效啦，毋知做会到无吼？如果咱心内也无上帝听，我看任何人拢做袂到啦。哦，牧师我嘛是做袂到。哦，但是耶稣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咱同齐来学习吧。虽然咱做袂到，但是咱嘛是爱努力啊！吼，因为耶稣曾经伫马太福音嘛讲吼，恁爱完全，亲像咱天父完全共款。吼，因为咱拢无完全吼，所以呢，咱今日来学习耶稣吼，伊的教示，互咱会当更加往完全这个方向吼来前进来进步吼。所以耶稣拄仔讲的哈，耶稣讲，毋是7遍吼，是77遍，毋是47遍，490遍啦吼，490遍。所以彼得听了以后呢，吼，耶稣伊安尼讲了后呢，吼，耶稣伊就用一个譬如啦，吼，来教示讲，到底啊了解这个功课啊，咱是要安怎来学习啦，吼。所以呢，耶稣就讲了以下这个故事啦，吼，讲了这以下这个故事，是这个吗？对，吼，耶稣吼，就甲伊讲吼，是490遍以后讲。吼，原则是爱无尽的要挟，所以呢，耶稣就用这个故事要甲彼得教示啦，吼。啊，我相信其他门徒拢伫边仔拢有听的啦，吼。23节吼，耶稣伊则讲安尼啊，吼，天国通用这个譬如来说明，吼，所以耶稣拢常常拢用故事你教示门徒，今日嘛共款讲这个故事要来教示咱，吼，歹势，我那拢一直理解拢理袂拄。啊，这个方法你晓啦。好，耶稣安尼讲来讲啊，20节讲啊，有一个国王啊，要甲伊的仆人结晓，吼，结晓。啊，24节讲啊，伊开始算数的时啊，有人将欠几若百万银仔。个人带来伊的面前，哦，竟然有即个人欠即个国王遮尔侪钱啦，吼！25节讲啊，即个人啊袂当行啦，吼，因为欠伤侪啊。主人啊就命令人啊，将即个人哦，甲伊的某囝以及一切所有的啊，拢去卖来行罪，哦，因为无法度赌啦，吼，伊也无法度害啊，所以。只有家己所有的啊财产，不管是人还是物件吼，拢去摕去卖哦来行啦，吼，这是哦补偿即个国王啊，伊损失吼会变通的方法啦，哦，我像台湾定啊，敢若看新闻会看到种类似的新闻啊，敢若即前礼拜有一个新闻讲哦南部毋知做啥物生意的啦吼，结果吼迄个头家走路啊，大家拢去搬货啊，因为钱摕袂转来啊！吼，南部迄啥物网购的啥物吼，敢有即个新闻有看到无？吼，好，即种新闻定定有啦吼，类似的吼。所以呢，即个人无法度害国王啊，因为欠遮尔几啊百万银啊，吼。所以呢，国王讲哇，安尼要甲伊卖去，甲伊某囝卖去，把财产拢摕去变卖吼，要来赌枭吼。所以即个人26节安怎讲？即个人。规路去求啊！甲国王讲啊，请互我限一个啦，我系拢害，毋是害哦，伊讲的拢害哦，几啊百万啦，吼，毋知要安怎害啦吼。咱看咱的即个国王哦，是安怎对待即个人啊？吼，第7节讲啊，即个仆人的主人啊，吼，即个国王讲啊，就可怜伊啊，可怜伊。撤销伊的罪哦，放伊去啊！哦，这个国王是啥物款的国王？好王还是歹王？吼，是真好吼。敢若咱会去食头路吼，嘛会拄着头家吼，头家嘛好头家歹头家呢，吼。哦，有一个故事讲啊，一个头家吼，偏偏一个头家，两个头家无共款，请一个秘书吼，一个请着咱的迄个奖分节，啊，定定请着一个另外毋知啥物名，我毋捌啦吼。啊，迄两个秘书哦，足少年，互迄个头家请去哦，啊，拢足拍拼，但是迄个咱的日子拢会老嘛吼，
迄两个秘书分别缀顶无共款的头家吼，10年、20年哦，啊，甲30年啊、40年要退休啊，要进前吼，啊，未退休进前啊，其中毋是请蒋文杰迄头家吼，感觉讲伊请迄个秘书吼，已经老啊，不止老啊，行动阁慢，记忆也歹，做代志拢安尼吼，落三落四吼，足想要甲伊死掉，换一个较少年的来吼，心内安尼想啦吼。但是另外迄个头家请咱蒋文杰讲，这蒋文杰虽然讲吼，即马年会较遐吼，嘛无青春啊吼，但是缀我1年、2年、3年、5年、10年20、30年啊、30、40年啊，对啊要退休啊，吼，无功劳嘛有啥？无苦劳对无？无老费嘛安怎？无流汗对无？蒋文杰头家吼对伊诚好呢，佮甲伊讲你退休你65岁，佮继续做啦你知影我讲的意思无？偏偏一个头家请秘书，心态无共款。好的头家会阁甲伊继续留继续阁会体谅伊讲年岁有啦无疼心的头家安怎？惯态你这工作效率无好，换一个工作效率较好普通时看到伊安尼年老的甲少年的可能伊的心情会无共款的今日这个故事咱用到这耶稣这个遮来讲这个国王是真好的一个国王敢若是蒋文杰头家共款伊遮尔慷慨，遮尔慈悲，赦免了这个欠伊几百万银仔的这个仆人这个故事其实是讲到咱的天父上帝是遮尔有疼心的上帝伊赦免咱每个人的罪亲像咧哥罗西书第2章14节遐有一句话讲咱的上帝伊撤销咱对咱不利佮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救赎甲伊钉伫十字架顶，就是咱的主耶稣互这个救赎失效这就是咱的罪所以耶稣通过这个故事要教示彼得讲爱亲像咱的主共款，有遮尔好的怜悯心甲疼心嘛所以呢，今日继续咱来看讲耶稣讲这个故事伊要教示咱每个人搁下一页爱亲像伊有安尼一粒怜悯的心所以讲到讲这个欠这个国王几百万银仔的这个人因为安尼讲来了下以后哇！如果你是有去走法院的人要判刑你嘛检测心内有数，讲无定着无判几啊年嘛判这个几啊个月，无判几啊个月嘛判偌济罚款。你心内安尼算安尼想啦尤其讲无这个死刑，无你嘛爱5年10年我5月去绿岛去。甲迄个徐牧师去甲伊开讲如果咱来去绿岛一寡事工敢有可能去做迄个加加的事工，讲遮个犯人拢关几年的，伊讲遮个人来会甲绿岛的人拢上无拢8年10年的啦，无迄个7年以下的，代表遮个人犯罪拢啥物刑，拢重刑的所以呢，我拄仔讲如果咱有即种的被办，嘛了解咱的罪过结果被判是啥物？无罪释啥？开释。如果你是即个人，你的心情是啥？一定是国语叫做喜出望外，对无哇，哪会安尼？遮尔好，对无？心情一定安怎？规拢轻松起来家己也免用掠去阮某囝佫会着我财产银行无互安尼啦，冻结但是咱看即个人，伊是啥物款即个人安怎？即个仆人伊出去对我好就真正是今日讲我实在真好运对无？不止避了，还佫拄着我安怎？欠我济个人啦伊出去拄着一个平平做仆人，甲伊讲我是做平平做仆人的迄个人欠着偌济钱？几个银仔尔啦，拄仔伊欠国王是几百万银仔呢，结果伊是安怎对待伊？伊就甲伊掠着
第一个颔棍哦，讲安怎？哇，你所欠的，拢着还。哦，伊变国王安尼吼，啊，结果安怎？即个比比甲伊共款做仆人的人啊，共款甲伊对讲迄种方式讲，跪落去吼，求伊讲啊，拜托，互我限一个啦，我会拢还，这是毋是拄爱讲的？共款一模一样，但是角色无共款对无？角色无共款以后啊，你看即个人安怎对待即个甲伊平平做即个仆人啊？伊安怎？毋敬呢吼？颠倒将伊安怎？即个人啊，关落家，关甲所欠的拢还清楚，代表讲伊啥物时阵当出来？钱还清才会出来对无？啊，伊欠偌济？几个银仔尔啦，吼。结果呢，佫有另外吼，我平平嘛是做仆人的人，有看到即幕安尼吼，哇，非常安怎？看了真痛心吼，讲哪安尼？因知影即个人欠国王几啊百万银仔，互国王甲伊赦免呢。但是伊拄着即个甲欠伊几个银仔的人吼，竟然无亲像国王安尼去赦免迄个人对无？原谅迄个人，竟然甲伊关起来吼，所以因就甲所发生即件即个一切代志去甲迄个主人国王讲啊，吼，三十二载啦，国王就安怎？吼，叫即人转来，本来已经放伊走啊呢，即马反倒转，佫叫伊转来，吼，叫伊转来，对伊讲，哇，对安怎讲即个人？讲你即个歹仆人啊，吼，头前拢无讲伊是歹仆人啊，但是因为伊安尼对待迄个欠伊几个银仔的人安尼吼，即个讲着安尼甲伊讲吼，因为你对我求啊，我有将你所欠的债啊，拢撤销啊，哦，我有安怎？怜悯你啊，吼！啊，你敢无应该嘛，亲像安尼去怜悯迄个边边做仆人的吗？哦，即个主人安怎？真生气对吧？哦，就甲伊关落家啊去受刑，哦，关伊到一切的债务拢还清楚为止，代表伊有可能出甲无？你被关。嘛无可能搁去趁钱害啊，对无？啊，你本来就无法度害啊，啊，即摆搁用掠去，啊是要用啥害？主人的意思是讲买会出来吗？其实主人的意思是要来教死啦，哦，因为原来主人并无要来关，对无？伊有迄个怜悯的心，甲伊放掉啊啦。但是因为伊安尼去对待白白欠伊几个银仔的人吼，即个仆人主人国王听到了后，真正才会生气啊，所以才甲伊关起，吼。所以呢，今日最后经文。耶稣通过拄仔讲的即个故事，要甲比着，要甲咱讲啥？吼，咱即个故事安尼真简单嘛，免啥解说对毋对？吼，但是咱会思想，几啊百万银仔吼，到底是欠偌济钱？咱无法度去想象，因为咱即摆无咧用银啊，对无？古早咱看迄个武侠片拢用银啊，吼，电脑2来上菜，好买单偌济？哦，2分钱。你有看古装片无？啊，几啊百万是，这嘛是偌济钱啊？像讲一寡菲律宾啊，啥物国家啦，吼，啊，是韩国啦，哦，因拢啊几啊亿，还是几啊百万，其实几箍银啊，对毋对？吼，但是有诶是一工两工，哦，贵上总敢若讲美金啦、英镑啦，是啥澳洲币，拢以币偌济对无吼？啊，到底古早这几啊百万银仔是偌济咧？吼，咱来小可了解一下吼。古早吼，一个人啦吼。一个人会工课吼，爱做几工？6000万工。咱一世人有几工？兄弟姊妹，你啊活100个几工？小算者。即个人欠国王是6000万工的工资啦，代表即个人除非足够趁钱的，敢若前阵仔来台湾迄个人来疯吼。你亲像遮尔牛啊，可能要害济较简单啦。但是一般人敢有可能？无可能啦。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欠国王遮尔济钱？哦，所以有一寡解经书讲啊，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安怎？哦，较早罗马帝国啊，因要控制这个因管辖的这个地区啊，譬如讲是犹太这地区，因就请犹太人啊，吼，去帮伊扣税啦。哦，所以人讲，这个人可能是一个收税啦，吼，
结果吼，伊不止吼，乌即个因即个同胞的钱吼，结果啊，连要缴即个国税局的嘛无缴安尼吼，所以嘛安尼累积出来，才欠几啊百万。所以这人嘛算讲一个，可能是一个官员啦，吼。但是无论如何，就讲伊就是债务产生遮尔啊多，拢害也无法度害啊，吼。咱上到讲拄啊欠几啊银的人，是甲这人安尼，我拄啊讲是差别天差地远遮尔啊多的时阵是偌济呢？其实这人欠几啊银啊圣经讲是讲伊欠这人100工的工资，差不多100工，差不多3个月嘛3个月是90工啦差不多3、4个月，你去趁就有啊，对毋对？虽然3、4个月嘛，毋是讲1工2工的工资啦嘛爱搁安尼去毋食毋穿安尼3、4个月才法度欠过去害人，但是总是讲较有可能性，敢毋是？所以呢，这讲到讲你是无可能害的会济这个国王遮尔有资本利民该害，咱做人的人咱要安去害上帝？将来有一天要甲咱审判的时阵，讲咱的罪要安怎害，咱是无法度去害，亲像即个欠即个国王几啊万银的人共款。所以今日耶稣通过即个故事，要甲咱讲的即个原则，就是讲第35节讲啊，耶稣讲恁逐个人，毋是讲迄个欠国王几啊百万银迄个人尔啦，伊讲恁逐个人。当年耶稣对因遐离耶稣边仔的人门徒安尼讲，今日通过伊的圣经的话，通过伊的仆人牧师讲出来，咱今日就会听到，咱每个人不管啥物人，耶稣讲，恁若对心底恁若无对心底去赦免家己的兄弟也是姊妹，我的天父嘛会安尼对待恁，袂甲恁赦免。这是耶稣今日要甲咱讲的一个重点，这个譬如要甲咱讲的讲，咱爱对什么所在去赦免人，对咱的心内发出来有一个愿意的心，愿意去原谅别人。为什么？主耶稣伊疗赦咱，无法度去脱离的罪过，伊嘛希望咱会当去用这款的心去对待人。咱家己当兄弟姊妹，咱每礼拜做礼拜一开始，拢会唱什么歌？主的祈祷文，敢毋是？主的祈祷文，咱拢逐礼拜唱，逐礼拜念，咱拢足耳熟能详，对毋对？咱敢知圣经的主祷文的后壁佫有啥物话？门徒请耶稣讲请主教示阮安怎去来祈祷。主耶稣甲因教示了，诚侪咱即马所唱的主祷文。咱敢知主祷文后壁的经文继续是啥物经文？大家拢哪会硬硬？主祷文说讲的就是耶稣讲，恁爱去疗赦人。如果你不爱疗赦人，咱的天父上帝也袂疗赦咱。为什么主耶稣主祷文教导门徒煞了后，哪会去接迄句话呢？这就是咱信仰的精髓啊！这是咱信仰的精髓。好，来，咱今日啦，通过这个故事咱来思想3个啦，慢慢来第一个，咱一定爱了解啥物？今日这经文甲咱讲安怎？将来有一天，啥物代志会发生？咱拢会死啊！希伯来书讲安怎？人人拢有一死，死后有安怎？有审判，就是遮讲的。有一天耶稣拄仔讲的，这个国王要甲人算账，要甲咱算账。咱敢有这个体会？咱敢有这个了解？有这个体会甲了解的人，伫咱地面上的生活就会无相共。态度、方式就会无共款。如果无这种概念的人，地面上的生活是安怎？
及时行乐，对吧？我行我素，对吧？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对不对？啊，不管有符合法律，还是这个道德也无，阮昨的这个题目内底嘛有一个，敢毋是？我讲的拢听有无？我甲迄个另外一个张义和弟兄主持的，阮的分配这个功课是讲，要讨论是讲，一寡代志吼，安怎会当来符合法律，还是符合道德？啊，法律是外在规范的对无？啊，道德是内心家己的啊吼。啊，拄仔讲，每个人如果对将来有一天上帝有审判，会来甲咱算账的时阵，你有这种概念，我无这种概念。你人生的态度会无共款，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人生的态度是啥物款。你敢毋知影将来有一天，咱的主会甲咱算账无？某某兄弟、某某姊妹，我你这世人活到99岁呢，99我都过几工，啊，咱算账拢无好，吼，我牧师算账也无好，牧界无法度做黄仁勋，伊是有创造超级电脑的人嘛，对无吼？以后咱的密码拢无效啊。当迄超级电脑 AI 迄量子电脑出来的时阵迄密码拢马上被安怎被解开？明慧是毋是安尼？伊即马咧学这研究这兄弟姊妹，你敢知影？你即马的密码，即马敢若真安全，将来的密码无安全呢？一下拢解破，因为超级电脑一下甲你算出来啊！兄弟姊妹，咱的上帝共款。有一个我听过足侪人咧讲，伊安尼信主的。有个人讲啊，无一定讲伊要死进前，还是讲离个濒死边缘啊。有人讲啊，伊信主啊，为什么伊拢足铁齿袂信，后来要信呢？伊讲啊，上帝互伊安尼看着讲啊，敢安尼放迄落安尼电影吼，迄个荧幕安尼拍一直拍讲，做囡仔开始安尼，甲我即马大人做过好诶代志、歹诶代志，安尼一幕一幕一幕伫个脑海内底啊。伊甲讲上帝是真诶是真诶，啊拍落来，相信上帝。有一天嘛共款，咱迄天就是咱一世人啊，自出世啊，到过身，你人世间所行诶啦，所讲诶、所做诶啊，拢会定明伫上帝面头前。我较早嘛看过一部电影，罗伯·威廉斯所演的一个电影，迄个电影是讲啊，将来有一天，大家拢有一个啥物晶片伫个身躯啊，你要做安息礼拜的人因的厝的人拢讲，甲即个剪辑师讲甲阮剪甲较水的，即个人拢一世人诚好啦。迄个电影是啥物？一个电影名我就袂记啊。你敢有人看过迄部电影？你嘛无看过？罗宾威廉斯演的电影啊，好啦，迄我拢讲题外话去啊，好。今日咱的第一点，咱必须要知影，第二点是啥物？第二点讲，咱除了咱今日家己要行出公义以后，咱嘛要帮咱社会达到即个公平过即个公义咱爱为公平甲正义来发声啦。今日即个故事有甲咱提起着即点，咱拄有注意到无？拄有一群人叫做啥？病嘛是做仆人的人，看到即两个病嘛做仆人的，尤其头一个仆人对待第二个迄个刑，伊嘛看到头前迄个人得到国王安怎会下病的时阵，这个人安怎看袂落去啊？路见不平安怎都背起来就要去帮助别人啊！兄弟姊妹，咱你对待即个社会，你社会你走跳的时阵，你行歹的时阵，咱敢有即个公义的心，还是讲啊，即个社会就是遮尔黑暗尔虞我诈咱嘛无安尼的时阵咱就即社会给咱遮去。但是咱信主的兄弟姊妹，咱每个兄弟姊妹，咱应该今日通过今日即个故事，耶稣甲咱讲，咱应该有一个安怎公义的心。当然，咱拄仔讲迄故事的精髓，讲咱嘛要亲像咱的上帝怜悯、慈悲、疼痛的心。所以咱第三讲，疗舍是咱基督教伦理道德当中特别有的生命本质。
吼。主耶稣所教示咱的，毋是干那原谅尔。我拄仔讲哦，毋是70个7啦，迄个70个7，毋是490哦，是讲无限的爱啊。有一条诗歌叫做《无限的爱》，有唱过无？哦，乃是爱咱有迄个怜悯人的心。所以兄弟姊妹，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啊。圣灵子、圣灵主，大家有熟悉无？你敢知活到几岁？62岁，年岁无侪啦。但是说伊应该当活搁较久，虽然伊身体无讲介好吼，但是伊应该当活搁较久。但是为什么62岁过身去呢？大家对伊敢若较无去。伊吼，因为伊的行动无方便嘛吼，伊有请一个看护咧顾伊。结果呢，因为迄看护吼无甲伊顾好势。迄个看护为啥无爱顾好势？因为请迄个看护有精神的问题，吼，有精神病啊。结果呢，迄个看护咧照顾伊的时阵啊，甲伊扭落床，互伊更加受伤。结果去医治，后来无好，最后过身。当伊还未过身之前，吼，圣灵主伊最后决定一件代志，就是疗下伊所请的迄个看护。后来咱迄个天运吼，有叫了圣灵主吼，伊即个经历吼，写一条歌，爱歌词啊，迄条歌叫做宽恕啦吼，宽赦。迄个歌词是安尼讲啊，伊讲主啊，我做袂到。吼，因得罪亏欠我，爱我原谅，我做袂到。主啊，我做袂到，因不断咧伤害我，爱我袂记的，我做袂到。这是歌词啦吼，啊继续讲啊，但是我袂记的啊，我袂记啥？主啊，我嘛曾经安尼对待你呢。我嘛曾经安尼陪你呢，曾经安尼好怜你，甲远离你呢。但是你安怎，却拢悠然依然疼我、爱我。这是迄条歌内底的歌词，这是圣灵主伊的内心，吼，伊发自伊内心，亲像咱的主今日这个故事所讲的，教示咱的。伊去原谅迄个，甲伊拖落床，因为安尼，伊的病情更加严重。最后，伊要死之前，伊讲出伊要原谅即个伊所请的人。所以伊迄个歌词内底有安尼一段话，伊讲：主，我愿意宽赦迄个伤害我的人，无怨恨，无计算。无追讨，原因是啥物？最后一句话讲：因为你先宽赦我。圣灵主伊会当会安尼原谅，伊白白甲咱拢是血肉之躯啦，吼，拢是人啦。减在伊嘛是无可能会当做会到，但是呢。因为伊体会到耶稣会疼，天父上帝会疼，伊最后愿意用上帝的心去对待伤害伊的人。吼，希望咱今日通过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咱来疗写这个，来学习这个疗写的功课。虽然这可能是有一寡代志伫咱人生当中，咱有一寡人亏欠咱。咱有一寡拄了一寡无好的代志，甲即马咱共款无法度过去的。总是今日咱听到上帝伊即个话语，兄弟姊妹，咱会当来思想，咱是毋是愿意来赦免着过去曾经伤害着咱的人？啊，有的人咧画图画一个心爱心啦吼。
啊，虽然画爱心，但是画落的时阵，敢若佫有闪电甲你拍着安尼，迄爱心煞裂开安尼吼。啊是讲有人讲啊，画爱心，啊一支刀啊，甲迄心啊插落去，啊你安怎花安尼流出来安尼，咱看过迄种图画。我毋知影咱兄弟姊妹，你每个人，咱每个人的心目前是完全的，还是有受伤的，还是讲目前佫咧流血的？毋茫讲今日咱通过耶稣所讲的这个故事，互咱会当愿意来到主的面头前，求上帝赦免咱的罪过，也求上帝互咱有伊口的听，去愿意去赦免得罪咱的人，好，咱会当脱离迄个监牢，免入迄个监牢，会当得到真正的自由。如果咱无愿意，会亲像即个歹的仆人共款。咱原本是会当免被掠、被关的，却是因为咱的无愿意，咱最后结果会亲像伊共款，入了监牢，袂当得到自由。我毋知兄弟姊妹，你愿意会当伫你的生命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吗？得到真正的透放吗？咱三个阿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知你有疗赦阮全部的罪过。虽然阮有当时生活当中继续有当时会犯罪，或者是阮在阮的过去生命当中，又还有一寡阮无法度去放下的。不管是对人，还是一寡代志，总是阮即时听到你的话语，听到你的教示，听到今日通过你教示彼得了写这个功课的故事内底，互阮会当了解，主你有永远的听，互阮会当来亲像你共款，恳求你圣神踮伫阮兄弟姊妹内面，伫阮的心中。互阮会当袂自高，愿意用宽容的态度，用耶稣基督的心，会当共款去疗赦遐得罪阮的人，亲像你疗赦阮共款。阮来向你恳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